Chilling 喺北京出席完活動之後，馬不停蹄又返到去台灣出席2009台北購物節嘅活動。如果大家細心留意下，就會發覺每一位出席嘅嘉賓都係着上同一件 T 恤。Chilling 就更加將 T 恤裁剪成大露背，再襯上性感短裙，而佢亦都好識做，擺出多個誘人嘅 pose， 難怪現場嘅閃光燈立即閃過不停啊！而 Chilling 呢日就透露，最近正係努力跟鄭元暢學跳舞啊！我自己其實很喜歡跳舞，然後這次學跳街舞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，然後也覺得說哇，運動還有跳舞真的展現所有的活力和生命力。喺呢日嘅活動上面，除咗 Chilling 之外，好多藝人都有捐出簽名 T 恤義賣賑災，當中就包括咗劉德華以及郭富城等等。而呢日出席活動嘅仲有鄭元暢、楊謹華、蔡康永、隋棠等多位影星。而小鐘呢日嘅打扮好似爭咁少少特色噃。我今天的打扮就是以黑色為主，還是以最簡單的黑色西裝跟黑色的裙子。想說這一次的活動跟慈善有關，所以想說，待會在這個活動上面可以，我自己簽名的 T 恤可以賣得到好的價錢。一年一度嘅台灣金鐘獎日前就公布咗入圍名單，楊謹華就憑住劇集《大犬女王》同熱門人選之一嘅陳怡蓉角逐戲劇節目嘅最佳女主角。我跟我不是評審，所以我沒有辦法預算是勝算是怎麼樣，所以我覺得其實入圍就是很開心的事情啊，對啊。